陳國棟醫生，執業精神科專科醫生，1995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其後多次往澳洲深造催眠治療同其他心靈治療技巧，深信心靈健康比肢體健康更為重要，亦深信每個人都擁有自我療傷嘅能力，只係喺軟弱嘅時候需要適當嘅激發同扶持。工作之餘，陳醫生熱愛寫作同研究中華文化，長期致力推廣精神健康教育。多年嚟，為眾多本地嘅報章雜誌撰寫關於精神健康專欄，同擔任電台節目嘅嘉賓主持。並喺2003年出版心靈書籍《醫不稱心》，同2005年出版《心不可敗》。另外，陳醫生亦經常受邀於公務員事務局、法律援助處、房屋處、勞工處、郵政處、社會福利處、生會、再生會、香港基督女青年會同其他地區組織機構主講有關精神健康嘅講座。我相信每個人都想自己開心啲嘅，有錢又好，冇錢又好，都想自己開心啲嘅。但係開心容唔容易呢？咁答案呢就係唔容易嘅。喺過去嘅40-50年間呢，抑鬱症嘅患病率呢係升咗10倍嘅。原本呢係30歲先至會發作嘅，今時今日呢，抑鬱症嘅發病期呢已經降到14-15歲啦。人係比較容易啲唔開心嘅。咁呢啲唔開心係點嚟？係嚟自啲壓力。大家記住，壓力有2個方面嚟嘅。第一咧，壓力係嚟自改變嘅；第二，壓力咧係嚟自你改變唔到嘅嘢嘅。除此之外咧，我哋都會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壓力。有好多時候咧，嚟自我哋自己嘅，包括啲咩咧？我對自己嘅要求我對自己要求太高啦。我希望自己係做一個完美嘅爸爸、完美嘅媽媽、完美嘅乜乜物物咁樣啊。但係呢啲咧都唔及咧最後嗰個理由就係咩咧？你嘅思考嘅習慣，你諗嘢嘅習慣，好多人唔開心呢，其實佢嘅思想嘅習慣係影響咗佢嘅情緒嘅。思維嘅習慣呢，我哋將佢總結咗呢，就睇得到有10個常見嘅一啲悲觀嘅諗法。呢啲悲觀嘅諗法呢，包括咗呢，我哋成日戴住個灰色眼鏡去睇嘢嘅，總之自己係唔吸引嘅，自己係差啲嘅。自己係弱啲嘅咁，或者咧以偏概全，好多病人係咁噶。呢度有唔舒服，死啦！我 cancer 啦，冇得救啦！我去睇醫生啦咁樣，醫生話俾我聽冇事喎，唔會，醫生睇漏點算啊？以偏概全到你承擔，係將所有啲責任都歸落自己嗰度嘅，全部怪晒自己嘅。有時有啲嘅唔開心嘅人咧，就會跌咗落呢個陷阱裏邊嘅。閱讀心事咧，就估人哋諗啲乜嘢。咁所以有好多人咧返工咧都會估老細究竟中唔中意自己啊，同事中唔中意自己啊咁樣。咁我哋好多時候咧就係成日去估人哋中唔中意自己，好多嘢要控制住。但係你會發覺咧，其實人生咧最難控制嘅嘢咧係自己，你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點樣諗嘢。黑白嘅諗法咧就係好多病人咧，佢諗嘢好簡單嘅，一係就黑，一係白，一係你就好人，一係就壞人。佢諗唔到好人會做壞事，壞人會做好事嘅。杞人憂天啊，就成日諗埋啲嘢咧，係好災難化嘅。感情用事啦同埋咧執着公平。執着公平咧，其實每個人都會嘅，每個人都希望公平嘅。尤其當啲嘢對自己唔公平嘅時候咧，就好想公平嘅。但係自己執到錢嘅時候，你就唔會覺得你執唔到錢，我呢個天對你唔公平。好少人會咁樣嘅。樂觀嘅人咧，佢一般咧睇嗰個問題咧，嗰個困難咧係短暫嘅。佢覺得呢個問題會過嘅。OK， 失戀係會過嘅，過多3個月咧，我會忘記呢件事嘅。但係悲觀嘅人咧，容易將一啲困難咧係睇到係永恆，唔會再改變㗎啦，咁冇希望㗎啦。樂觀嘅人咧，佢知道自己嘅能力有限，但係咧佢可以發揮自己嘅叻嘅地方咧去做選擇嘅。樂觀同悲觀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咧，樂觀人覺得我有得揀嘅。我有得揀開心唔開心，我有得揀出門唔出門，我有得揀咧去做呢份工或者唔做呢份工，佢有個選擇，佢有個主導權嘅。樂觀嘅人咧，佢會讚自己嘅，
啊，佢覺得今次我啲嘢做得好咧，係因為我努力過，定唔係我叻啊？我做得到啲嘢。但係悲觀嘅人咧，佢唔識讚自己嘅，佢就算成功咧，都覺得自己好彩嘅啫，下一次唔得㗎啦。樂觀嘅人咧，佢睇到自己有長處，自己有短處，所以咧對自己唔係太過分要求，目標唔會定得太高嘅，間唔中俾自己做錯啲嘢啊，或者做啲唔啱嘅嘢啊咁嚇，紅燈過馬路好似我咁，我都會紅燈會過馬路嘅嚇，咁啊俾容許自己去做一啲即係唔啱嘅，俾啲藉口算啦嚇，過咗就算啦咁。悲觀嘅人咧，佢咧好執着嘅，佢好執着嘅，佢睇嘢咧就黑同白分得好清。頭先我講黑同白分得好清，佢就會覺得呢個世界咧冇好人嘅，所有人咧都係有即係因為有利益，所以同我一齊或者對我好嘅。咁樂觀呢樣嘢究竟可唔可以後天去培養嘅咧？咁啊，我哋可唔可以學啲方法令到自己樂觀啲咧？咁快樂思考嘅方法係咩咧？咁喺呢度咧，我會用5個步驟去同大家分享快樂思考嘅方法。第一個步驟咧就係話我哋要善用個人嘅優勢，睇到自己嘅優點去善用呢啲優勢。第二咧就叫做換一個角度。第三咧，大家可能都聽過啦，感恩嘅心啦、寬恕啦。原來人嘅優點咧係有得分類嘅。心理學家咧將人嘅優點咧分成咗6大類：智慧、勇氣、仁愛、公正、節制、卓越。咁而6個大類裏邊咧，又會分開好多細嘅範疇，包括咗咧智慧裏邊咧，你一個人會唔會有創造性？你搞藝術嘅人，你就要有創造性；你要做時裝設計，你要有創造性。你有冇好奇心？人咧有好奇心嘅話咧，你就會聽下陳醫生係乜水嚟嘅咧？係咩樣人都話佢靚仔，我真係走去睇下佢究竟有幾靚仔咧。咁你有好奇心，你就嚟睇下。陳醫生講你個突破情緒困擾係啲咩方法？你有個好奇心，你想知批判性嘅思維，即係你識唔識得去思考人哋講嘅嘢，用翻自己嘅過往嘅學識啊、經歷啊嚟到去睇佢講嗰啲嘢。好學呢個就係孔子覺得自己一個最大嘅優點係好學。洞察力洞察力有好多層面嘅，包括咗你識唔識睇一個好人啊、壞人，即係所謂大眼識人大眼識書，先至揀一本好嘅書。勇氣裏邊咧，我冇時間逐個講嚇。勇氣裏邊咧，包括咗你勇敢咧、毅力啦、熱情啦對人熱情啦。仁愛咧，包括咗咧愛同被愛嘅能力。呢個值得講嘅，一陣間我會講寬恕嘅時候會講呢樣。公正包括咗咧忠誠、公平領導力。因為你帶一班員工，你要公平嘅，你唔可以話呢個加人工，嗰個唔加。你大家會覺得奇怪啦。你話公平係優勢嚟嘅，係優點嚟嘅。頭先你又話執着公平係唔好嘅，咁係咪啊？咁其實當中係冇衝突㗎。呢度嘅公平咧係公平啫。我哋每一個人都要求公平嘅但係咧執着公平係另一回事。公平咧嘅人咧，佢可以接受有時係有啲嘢唔公平嘅。譬如我係靚仔過你冇辦法，咁係唔公平噶嘛。我係高大過你，我都冇辦法，我都係即係呢個都係唔公平噶嘛。我可以接受有呢一個嘅唔公平嘅現象，但係執着公平嗰啲人咧，係即係顧名思義就係好執着嗰個公平。有少少唔公平嘅地方，佢都唔會接受，佢都令自己唔開心嘅節制包括咗咧寬恕，一陣我哋都會講啦謙虛、謹慎、自制嘅能力。卓越就比較難啲啦，因為卓越咧就比較講緊一啲係好精神上邊嘅嘢，唔係精神病嘅嘢。而一個人咧好有精神，好 spirit 就包括咗你識唔識欣賞啲靚嘅嘢咁好多男孩子都識嘅周乜乜乜乜咁嗰啲即係身材好樣靚嗰啲，佢哋識得欣賞嘅感恩、樂觀、幽默、靈性等等呢啲嘢呢啲都係一啲嘅優勢。咁大家能唔能夠認識自己有啲咩優勢，從而去發揮呢啲優勢咧？呢啲係寶藏嚟嘅，呢個係屬於你嘅寶藏嚟嘅。但係你有冇用到呢啲嘢咧？你嘅善良你嘅公正你嘅勇氣你嘅毅力你嘅好奇心等等，你有冇用到呢啲嘢咧？錢可以買到短暫嘅快樂，但係長遠嘅長久嘅快樂咧，係你要覺得自己係有優點嘅，我係好嘅。我嘗試用最簡單嘅方法話俾大家聽，咩叫做換一個角度。易經咧，大家都聽過啦，在座大家聽過論語孔子都聽過易經。易經裏邊有句説話，大家肯定都聽過，就叫做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人生充滿咗改變嘅，有時你唔想去改變咧，佢都會改變，因為你會變老，我會變醜
咁啊慢慢咧佢會變得比我有錢。所以人生充滿咗改變，你唯有自己去改變咧，你先至可以咧令到你嘅道路咧變得行得通、行得耐嘅。啊，呢個就係易經嘅智慧，易經教我哋嘅嘢。用咩方法去調轉嚟睇咧？一件事可能你好唔開心嘅，你嘅朋友出賣咗你嘅，或者咧我嘅兄弟一齊做生意，點知咧佢唔生成，蝕晒我啲錢，好多憤怒走咗出嚟啦。咁點樣可以變得開心咧？點樣可以調轉頭換一個角度去睇問題咧？經常同自己辯論，譬如話一個問題發生啦，你問自己：我咁樣諗究竟有咩證據？啊，點解我要咁諗？會唔會咧個問題真係好似我諗得咁災難？係咪真係冇得救先？仲有冇得補救？就算個問題真係好災難啊，係結果係好差嘅時候，咁起碼我可以從中去吸取啲教訓啦。等我下一次唔好再重蹈覆轍啦，係咪啊？甚至可以彌補之後，可能得到啲好處，我自己有所成長啦咁樣。再唔係就諗咧，就算真係冇成長啦，都會調轉諗啦，就係咧，其實我真係就係咁樣，我再咁樣諗落去，對自己有冇幫助先？會唔會好翻先？我定係越諗自己越唔開心，越諗自己最後咧，佢唔想我精神病，我都精神病咗先。因為一個人 keep 住係咁諗啲唔開心嘅嘢，遲早都會搞到情緒出問題。咁所以咧，咩叫做換一個角度去睇咧？就係用類似呢啲咁嘅問題去問自己啦，同自己辯論嚇。第三，感恩。我哋古代嘅成語有句説話叫做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即係咩咧？你俾我一斤米咧，我第日咧還翻一個糧倉俾你嘅。啊，對你係即係報恩咧，就唔係一對一嘅，啊係報好多俾你嘅。感恩本身係一個正能量嚟嘅，因為當你一個人感恩嘅時候咧，你係唔會嫉妒，唔會憤恨嘅。啊，咁所以你見咧好多嘅教徒，好多信耶穌嘅人咧，佢祈禱咧，佢好多感激嘅嚇，感激即係上帝你俾我今日有嘢食。感恩嘅時候咧，你嘅心情係快樂嘅，即係你唔會帶住呢啲嫉妒，你咁心裏邊恨得牙癢癢嘅時候咧，你哋咁你哋祈禱嘅嚇。咁所以感恩本身係俾到你咧一個快樂嘅感覺。饒恕我哋對你嘅虧負，正如我哋饒恕了虧負我們的人啊。咁人哋對我有仇，咁應該點算咧？咁啊，寬恕就話咧，你要忘記呢件事情啊。記住，我用忘記呢兩個字，呢兩個字係錯㗎啊。只不過咧，我講住先嘅啫嚇。寬恕就係要放低嗰件事情，但係係咪咁容易咧？咁孔子咁叻咧，佢啲學生問佢話：老師，你教我哋咧要以恩報恩。咁如果人哋對我有仇，我應該點報？孔子講4個字係叫做以直報怨。直就係直不甩嘅直，直嘅意思咧就係你想點就點啦。一般人都帶住一啲仇恨。亦都好多人誤會咗咧，寬恕就係忘記嗰件事情。其實忘記絕對就唔等同寬恕嘅。相反，寬恕咧係要先記起嗰件事，仲要係記得更加清晰，記清楚咧當中發生咗咩事，佢有咩責任，我有咩責任。最後咧，我想總結一樣嘢咧，就係快樂係有方法嘅。其實最關鍵係要肯定自己先。第二咧，你係要咧經常學習咧改一個思路，改一個方法去諗嘢。咁我最近寫咗本書叫做一念之差有多遠，當中亦都有好多嘅例子，好多個案咧，亦都係去講俾讀者聽咧，係點樣去換一個思路，換一個角度去睇嘢。呢度亦都有幾個簡單嘅建議。第一個建議咧，如果你想快樂1個鐘頭嘅話咧，最平嘅方法當然有好多方法嘅。你有錢你用有錢嘅方法啦。最平嘅方法係瞓一覺啦，瞓1個鐘頭瞓飽就好快樂啦咁樣。如果一個人想快樂1個月咧，你就要結婚嘅。如果你想快樂1年咧，你快啲求神拜佛咧，係可以承繼一份遺產。點解淨係得1年咧？第一會使晒，因為容易得嚟嘅錢容易使晒啦。第二，你1年有錢嘅日子你過夠啦，慢慢都厭啦，都唔會真係好快樂。咁點樣先至要快樂一世咧？咁唯一就係幫人。你幫過一個人咧，你要有排快樂嘅。你第日諗翻起都快樂，所以我好快樂啊！我成日都幫人。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